每天做菜前，庄志平得先到莲花田里走一趟。这个已经差不多成熟了，那它会慢慢变成咖啡色。如果变成黑色的话，就太老了。它里面会有一些虫会跑进去，那没有开的话，它里面就是比较干净，不会有虫跑进去。含苞待放的莲花比较没有虫害，也比较嫩。一半一半清洗过后，既是食材，也是美丽的食器。放上苹果、小黄瓜丁，清爽又赏心悦目。而新鲜花瓣和莲子、莲藕裹粉油炸，成了莲花版的天妇罗。莲子的做的菜很多，莲子果冻，荷叶饭，莲子荷叶饭，莲子鸡卷，还有莲子木耳汤。在盛产莲花之地推出莲花风味餐，满足了味蕾。大片莲花田更让游客流连忘返。本来我们这个田你修根没种到这以后没什么赚钱了，干脆种莲花来看。莲花是看不厌，你天天看也可以看，不会讨厌。接近大自然心情会浓厚，接近大自然，心情就会好。在这里，大自然是主角，大片的绿，白鸭游走惬意。放眼望去，日本品种的大鹤莲长得比人还高。这个莲花已经睡觉了，明天再开。莲花只有3天的寿命。莲花寿命短短3天，做餐饮40年的庄清煌和儿子想着怎么让精彩延续，花心思以佳肴美景打动人心。美丽的莲花不仅让人看了心情愉悦，父子档在这里齐心，更希望在一大片的莲花池里能够拼出他们的经济实力。接开太子眼，心情会浓厚；接开太子眼，心情会浓厚。